他是最难受冤了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讲了，我要回房去了。等等，情况在是你夫妻犯上，你就不能使我稍待片刻，稍待片刻呀？门内门外这种稍待，你不怕我这个难心难养的女子小人，为有生命的官为民生？自外人实际操心，后来官为民生，后来官为民生呢？娘子，我的好爷亲。
啊。